超香的，我闻到我都觉得肚子好饿哦。叽里呱啦精灵呢？叽里呱啦精灵，吃饭喽！叽里呱啦精灵，吃饭喽！奇怪，说要吃饭，他怎么可能没反应啊？对啊，你怎么一直在咳嗽啊？那一滴唔爽爽。阿弟姑，你刚刚说的是你哪里不舒服的意思吗？对，你哪里不舒服就是那一滴唔爽爽。我就觉得头很痛，而且喉咙也痛啊。让我想到我上次感冒很严重的时候，也是喉脸痛，头哪没懂痛。什么意思啊？这句话的意思就是我喉咙痛，头也很痛。好香，好香！午餐来了悠悠妹怎么打喷嚏啦？我觉得我有点不舒服，头也晕晕的。芝芝精灵，我的头也好痛哦。可是我好想跟你们一起出去玩哦。该不会你们都感冒了吧？那怎么办啊？我用张不会好。阿弟姑，你刚刚是不是在说可以让感冒变好的神奇咒语啊？才不是嘞！我刚刚说用张不会好是要怎么样才会好的意思啊？用张不会好。忘记告诉你们了，加啦！你们看，这个是魔法果实。长老说啊，吃下魔法果实之前要先许愿哦，然后吃下去，这样愿望就会实现哦。魔法果实。对呀，跟你们说啊，魔法果实就长在森林里的蓝色树上面。来，一人一个。你们赶快吃下去哦，这样子才会恢复活力。我要吃咯！哇，我的喉咙怎么都不痛啦？这么厉害！我也不咳嗽了。哇，太好了！不过啊，我说你们两位，天气多变化，要多运动，增强抵抗力，身体才会健康，跟我一样不会感冒啊。没错。但是没关系，因为现在我们5个又可以一起出去玩喽！什么？怎么会我？那个魔法果实还有吗？今天都没有了。我的午餐分你吃好了。那一滴唔爽爽，意思就是你哪里不舒服？爱喉脸痛。头哪没懂痛，意思就是呢，我喉咙痛，头也很痛。用张不会好，意思就是要怎么样才会好。今天故事里面的客家话，大家都学会了吗？学会了，很强哦！像